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9。歌罗西书3章12节安尼讲：人既然互上帝所敬，是神也得到听的。就用怜悯的心、甲仁慈、谦卑、温柔、吞忍来称。三角来祈祷，爱运用怜悯的心、甲仁慈、谦卑、温柔、吞忍来称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活命的根源，你是赐福的源头，你是恩典的出口。主啊！愿用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尊崇你至圣的名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将主耶稣基督上赐愿，将救赎的恩典入到阮，互阮通脱离罪的捆绑，成做光明的儿女。主啊，阮知家己是受警调的，总是常常袂记得活出受竞选的款式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当阮的性命甲呼召无配合的时，求你用恩典定心立做阮，因为阮既然互你所竞选，是圣也得到听的，就得用怜悯的心，以及仁慈、谦卑、吞忍来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